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初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加沙甲埃及相接的拉法关口昨昏开开，目前已经有335个外国人，甲76个伤势较严重的加沙人成功离开加沙，这嘛是以哈休战以来头届放人出去。超过700个人数甲加沙受伤人通过拉法关口。بعدها قطع الاتصال وقطع النت وقطع كل شيء. الجانب المصري أن المعبر سيفتح لهذا اليوم الأربعاء لمغادرة ما يقارب 81 جريحا من الجراحات الخطيرة الناتجة عن根据埃及消息人士甲一个巴勒斯坦官员讲话，这人是伫埃及、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操纵之下，成功获准活境的第一批的人。这熟悉埃及计划外交人士表示，差不多7500个替外国护照人会伫2礼拜内脱离加沙。نؤكد للعدو ومن يقف من ورائه أن محاولاتكم البائسة للتغطية على فشلكم بارتكاب المجازر الوحشية معبرا مصريا فلسطينيا خالصا。关口把人几点钟了后，哈马斯继续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弹。过去2天，以军伫甲哈马斯激战当中有10多人死亡。迄一天，以色列连续第4天空袭加巴利亚人口较密的难民营。位于大西中央加巴利亚营指挥官比亚离了后，哈马斯反战车飞弹单位指挥官阿萨尔也互人拍死。הפגיעה בו גרמה להקרסה של המבנה ותשתית תת-קרקעית של מנהרות。这些香港湾消息来源表示，拉法关口的撤离奉行甲其他议题，比如释放经济，要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同意为人道暂停停火无关系。美国白宫认为哈马斯未来无能治理加沙，过拜访问中东的国务卿布林肯，暗称其他访问以色列甲约旦。公司新闻黄伟玲报道。嘛是上新的消息，这是 AI 人工智慧安全峰会昨昏伫英国举办。第一天会议结束了后，英国、美国、欧盟和中国计共有28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共同签署宣言，讲要强化全球合作。这嘛是头一个针对监管 AI 的国际宣言。英国科学创新甲科技大臣当然，甲参加的代表握手致辞，表达欢迎。2天的人工智慧安全峰会车伫英国召开，第一天议程结束了后，28个政府代表签署通过不来撤离宣言，拟定系列风险应用计划。Not just the US, but also the EU and China to come together today. Dozens of countries signing the first ever declaration of its sort, saying that we need to develop a shared understanding of the risks that frontier AI technology poses and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m and then how to manage them.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发表演讲，呼应总统拜登10月31日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宣布美国要设立 AI 安全研究院这措施，检视 AI 系统风险。另外，中国也受邀请参加峰会，派出科技部副部长吴朝辉、学界甲业界代表，引起英国政坛部分对中鹰派不满。这是全球第一场 AI 峰会，会场就伫离伦敦市中心差不多80公里。二战时阵破解敌军密码的重镇布莱切利恒。28个政府代表、7个国际多边组织，甲超过80个学术单位、研究机构、企业甲公民团体拢来参加。学者甲企业大公司也拢强调应该爱控管风险。Right now, we don't know how to build an AI system that will be behaving as intended, in other words, that it can be safe. And we don't even know how to test those systems to make sure they are safe. So there's at least a third-party referee, an independent referee, that can observe what leading AI companies are doing and at least sound the alarm if they have concerns. 虽然布莱切利宣言并无顺英国政治人物的愿望，伫英国设 AI 国际测试中心，不过已经替未来国际合作提供初步的范本。这场 AI 安全峰会有过半年了后，一直南盘，1年了后换法国来办。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
另外，咱台湾和马来西亚警方合作，有抓到一个诈骗机房，专门咧骗中国人，也有海外华人。有19个嫌犯是咱台湾人，昨暗有10个嫌犯和马来西亚遣送倒来咱台湾，10个内底有4个是同集团。桌顶几排手机拢是诈骗工具。马来西亚今年7月顺线侦破一个诈骗机房，总共逮捕49人，包含30个中国籍、19个台湾籍，因涉嫌假冒检警，看海骗中国人甲海外华人。好了，各位他们请上课。即摆查到跨国诈骗机房，关键伫大马合作，内底上头前的28岁姓林嫌犯，2019年9月因为未到判刑16年，加月伊就坐飞机去马来西亚，警方锁定了后，将这份证据转交予马国移民署，顺利抓人，这一先遣送10个代籍嫌犯回国。这次我们提供的这些海外的通缉犯的这个资料，给马来西亚的移民总局，跟他们做情资的合作。那马来西亚的执法单位呢，也根据我们提供的情资，顺利在当地破获了一个跨国的这个诈骗的机房。10月7日，南州密路也捌查到诈骗机房，6个台湾人用真悬薪水诱骗43个马来西亚人，关伫房间，一天只食一顿。警方怀疑2个集团的顶管可能来自同一批人。后续呢，针对这些犯罪者的这些犯罪结构，我们也会再持续向上溯源的去追查。为马来西亚第一批遣返的9男1女，全部送去新北地检署，其中被通缉的4人后续归案。警方也继续追查，甲台版敢破这诈骗手法正共款，是不是已经复制到国外去骗人？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稳定的天气。咱同齐来看温度。天气真稳定，日时的温度阁会回升。要提醒乡亲各地挖豆的时，高温有机会到30度至31度，会感觉较热。也毋过今仔日的低温嘛，敢若只有20度至21度尔。日时暗时的温差真大，伫较宽阔的所在，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温度会阁较低。有的所在温差会差到10度。若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的关西，只有16度半。另外，今仔日只有东半部外海有湿湿啊雨尔。今仔日全台湾的雨水拢真少。这款好天气会一直维持到拜6礼拜，伫后礼拜才阁有新的一波东北季风会到位，后礼拜才会落雨，嘛会变天。继续关心公费流感预防针第2阶段是开放50岁至64岁的民众会当去注射。疾管署是表示，全台湾有4000多间病院诊所拢会当注。另外，政府今年嘛甲专联卖场合作，全台湾有80间专联的店头嘛会当去注流感预防针，而且注射阁有礼物通摕。做一针就会当预防感染流感病毒。专联南港旗舰店初一早起提供300支高端流感疫苗，有未少民众透早就到超市买物件，顺便注疫苗，也可以当得到一罐基山金酒加一罐控抓水。我是到现场才看到它是高端啊，所以没关系啊，因为既然都是政府可以让民众可以打这个高端这个疫苗的话，那我想都是安全的。因为有提供打疫苗，就应该来打，防护力会比较强一点。疾管署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拢总备698万剂，第2阶段为11月初1起开始注，对象是50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那为着增加民众便利性，除了全台4000个注射合约院所，今年佮甲专联福利中心合作，伫全台80间门市设置疫苗注射站。疾管署长庄真祥也到现场比起抢位带头注疫苗。50岁到64岁，虽然这个他并发症的这个个案比率会比65岁以上低，但是会比一般年轻人还是高。庄真祥强调，今年是新冠疫情解封了后的第1年，真可能因为免疫负债反苦，流感为秋冬流行，变作是规年流行。那注疫苗是预防流感上有效的方法。注了后，保护了会当大家百姓，呼吁符合公费资格的民众赶紧注。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同齐关心今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中国前总理李克强遗体伫今仔日会伫北京火化，中国的维安高度警戒，要求要来悼念的民众悼念线就要随离开。
维安人员即马嘛互要求讲，民众摕来悼念的火内底，若是有写卡片，卡片嘛爱随甲抽掉，防止刺激民众集体情绪。也若上礼会比较2019年过身的中国前总理李平，伫天安门也有中国政府机关嘛拢会降半旗。继续关心自由时报，房市经起歹，买起歹，也毋过车市是真抢市。根据统计，10月份全台湾新车挂牌有40500台，年增10.7%。今年1月份至10月份，超过39万台新车挂牌，年增12%，这是创下18年来同期的新高。继续关心中国时报，即马阁有药品出包啊！这是小数第3份有公布2款药品爱回收，包括市占率占要8成的永丰的生理实验水的注射液，互发现讲这注射液内底有污染物件，即马要赶紧回收47000袋。另外，建桥的维生素 B12的目药水，是厂商主动通报讲产品内底主成分的含量无够，即马有61000罐拢爱回收。来关心新北市捷运工程局，即马要推动中和公管线，要顺登到台北市的公河南路，卖改名号做中和公河线。新北市政府是表示，这条路线是优先规划案，即马已经报去交通部啊，总共有通过，就会随启动可行性评估。伫新北捷运环状线的秀朗桥站，是新北市捷运工程局按照推动中和公管线的起点，营养大巨蛋就要启用。中和公管线会阁延伸到台北市公河南路，按上伫板南线国府纪念馆转车，路线嘛改名，改做中和公河线。我们跟台北捷运局有达成共识，可以在板南线国父纪念馆站转乘，那路廊名称就配合改为中和光复线。那路线全长8公里，可以跟新店线、文湖线、信义线以及板南线转乘。中和公河线为秀朗桥站出发，按上经过公馆、六张犁，到台北市公河南路。伫国父纪念馆转车有8公里长。新北市府讲，甲这条路线纳入优先路网规划案，已经提报去交通部。若得到同意，才会当启动可行性评估，规划路线甲设车站的地点。从这边转到国父纪念馆的只有公车而已，对，所以等于说增加一条路线会有多一个选择。转车就比较麻烦了，如果直达就是当然是比较方便的。看整体的这个需求，不是说你路线搭出来，当然一定有人做。那我们值不值得？我们合不合适帮他开几百亿这条路线，来满足一些人的需求？中和公河线都是因过台北市捷运局捌规划过的南北线，路线有小可调整，不过大部分拢类似。过去南北线因为土地无够，嘛无宽屏经费的痛点，不过因为沿线路廊无啥土地，起的成本就有可能会比利润悬真济。记者综合报道。也若因为劳资纠纷，真侪届毋是检车帮，就是停驶的台中市公车业者苏洪客运，即马风声讲因要收起来，无爱做啊。台中市的交通局是表示，目前是也未收到业者要停业的申请。也毋过因为这间公司有经营13条路线，若是真正因无爱做啊，即马市府就会协调其他业者来代替。民众来车牌啊等车，苦等都是等无平常时啊坐公车。伊要坐的路线是由苏洪公司经营。即马已经由其他业者来驶，不过车帮是减真济。假如说他班次减少，那我们就比较不方便啦。台中市公车业者苏洪公司因为经营失败，欠员工薪水，引发劳资的纠纷。从9月初开始，都小连续向停驶。10月份阁出现罢工的情形。袂少司机讲，公司甲每个月薪水分做2届来发，不过煞敢若摕到基本薪水。另外一半的绩效变动奖金是一直咧拖。至少有个半月无摕到薪水，然后大部分的司机选择离职。到月底的话，几乎没剩几个，应该是个位数了。就是大家会有贷款跟学费啊那些等等必要支出的压力在。都是师傅拖累他了，他才会接近我们啦，就大部分都是这些问题而已。也若苏洪公司的停车场，因为无纳租金嘛去互断水断电，大部分的车拢无发车。原地经营的13条路线，已经全部由其他业者来驶。台中市府表示，目前的运量差不多175成，因若业者到当时拢无提出停业的申请，已经启动收回路权。劳资双方嘛伫初7搁一届调解。因各业者皆面临能力不足，故需调配部分原有的路线驾驶人力来支援部分运能，故目前交通局课政办理收回公车路线
经营全资行政程序。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将视调解结果，提供劳方必要的协助，以保障劳工权益。台中市劳工局表示，目前有66个人申请劳资争议调解，劳资双方初步达成共识，会进一步讨论工资甲遣散费。到初一晚5点，双方公司拢也无任何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玻利维亚总统昨昏宣布讲，因要和以色列断交，伊是谴责以色列攻击加沙走廊是犯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这嘛是战争发生以来头一个和以色列断交的国家，不过以色列也未做出回应。另外，哥伦比亚也有智利嘛调回驻以色列的大使。世界各国即嘛这场战争到底因是要徛倒一边，嘛引起未少争议。玻利维亚表示，会甲以色列断交，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的生命、和平、自由等权利的原则甲宗旨，参世界人权宣言甲国际人权中规定的，拒绝任何无人道残忍甲有侮辱人格的对待。De respeto a la vida ha tomado la determinación de romper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con el Estado de Israel en repudio y condena a la agresiva y desproporcionada ofensiva militar israelí que se realiza en la Franja de Gaza y la amenaza de la paz y la seguridad internacionales. 以色列为着保护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团体，10月7日发动造成1440个就是也有人质防压走，最近防攻弹炸加沙走廊，造成百姓死伤无数。国际社会像美国为当初大声挺以色列，到最后改讲人道救援优先。国务卿布林肯出席参与议听证会，就和反战示威者拍断发言。All of us are commit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 life. 自以哈战争以来，全球反犹太、反伊斯兰极端主义伫真侪地区继续爆发。31日，法国巴黎一名摸头巾的妇女伫地铁站内大声喊“圣战口号”，真主之大，阁有威胁性的举动。巴黎警方沟通无结果，因为危险无缓解，对伊开枪。妇女的腹肚着穿上衣。法国政府表示，会分别针对妇女甲警方武器使用情况展开调查。颠倒反犹太氛围也扩大摊开。巴黎几啊栋建筑红喷代表犹太民族的大会之称符号或界烦恼，犹太人住所红标记。法国政府强调绝对无用稳反犹主义。公司新闻为编译。来关心今年 APEC 会议伫这个月中会伫美国的旧金山举办。美国总统拜登也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参加 APEC 了后，嘛会伫 APEC 场边举办双边会谈。即马外界是预测讲，双方应该会有真激烈的讨论。这是2022年11月印尼主办的 G20 国峰会，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握手的会面。伫过了1年了后，两位领袖又搁将会一个旧金山的 APEC 领袖会议见面。对双方沟通的议题，中国外交部伫咧部长王毅结束访问美国行程了后强调，两个国家就会回到1年前的巴厘岛共识，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伫30日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反对台湾独立，并且强烈要求美国方面遵守所谓的中美3个联合公报。通往旧金山不会是一马平川，不可能靠自动驾驶。为此，双方要切实重回巴厘岛，把两国元首的共识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美国白宫发言人尚皮耶也讲，双方拢预期这场国峰会两位领袖一定有激烈的讨论。Our policy and how we move forward with China hasn't changed. This is intense competition, right? That we have said that we want to move forward with China. We understand that, and intense competition means intense diplomacy. 面对记者问讲，这场峰会是不是讲到美中贸易战，包括关税、晶片供应链等问题？美中双方是拢无讲到具体详细会谈内容。公司新闻是嘉玲编辑。来关心巴基斯坦要甲无合法身份的外国人赶出境，限制讲爱伫今仔日进前拢爱离开。这几天伫边界往阿富汗的关口就出现几若百台拖拉机。啊，那伫初一到初一为止，可能已经有20万的阿富汗人登去因的故乡。巴基斯坦甲阿富汗两国最近因为真接发生的越界攻击事件，关系是真紧张。伊斯兰马巴德当局指控境内阿富汗人牵涉犯罪走私者不法的代志。今年24站自杀炸弹的攻击，就14件是阿富汗人所做。指控民兵伫阿富汗境内进行训练，后来则走入去巴基斯坦执行攻击。
不过对着这款的讲法，去布尼政府是讲巴基斯坦的安全是国内事务，甲他国无关系。不过巴基斯坦要求无合法身份证明的外国人，必须伫车厘进前来离境，若无会面临被驱逐的命运。内政部的资料显示，巴国境内有超过400万的阿富汗移民甲难民，其中有170万人是无合法的身份文件。اوس مجبور یالته ولاکه د کوټه ځایم لور په وطن کې درکه لالو چې چیرې نه یو نو اوس دا دوی ورځې کې دلته ولاړ څوک پوښتنه نه کوي چې ته واوړې یا څنګه وکړې نو موږ څه وکړو چې وکړو څه دلته چې راغلو دلته هغه چې بایسه اوس خو اجازه راکړي چې وامو2021年，塔利班国在掌权了后，引发一波阿富汗人避难的情形。早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要禁止阿富汗人跨过边境到巴基斯坦生活，而且一大就是一世人。就敢若像互联军慢开相款来离开，实在互人唔知要安怎来承受。हमारा अफसोस ये है इन लोग इधर 45 साल अच्छा जिंदगी अच्छा बसर किया लेकिन अब इन लोग अभी तंग आया 连介通往阿富汗的关口，这位刚出现过那8台载满人员甲所内底物件的卡车，估计车域位置已经有28阿富汗人回乡。这样驱离行动引起联合国机构、人权团体甲塔利班政府广泛的批评。国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同齐来看世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明仔载会去菲律宾甲马来西亚访问，迈含两国的领袖会谈。日本媒体即马是表示，日本是希望含这两个国家伫安全保障领域加强合作，来应付伫海洋行动日头展现野心的中国。继续关心美国联准会宣布利率的预期无要改变。美国股市普遍拢收红，严格联准会主席鲍尔嘛表示，无排除后个月就会升利息。伊嘛讲，美国经济成长超过预期，即马会继续走向预期上悬的就业率，也有甲通货膨胀率降到2%这个目标。来关心澳洲的昆士兰州火烧山，造成2个人死亡，有几60间厝嘛烧起。澳洲各地的消防人员拢赶去拍火，也拿纽西兰的消防队嘛有去斗3天，也毋过火即马也搁咧炭，也未受控制。昆士兰州有3个所在民众拢已经从强制撤离。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即马咱来关心要独立参选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昨下晡伊是去台北选委会遐交连书，也毋过伊并无公布因送件数量，嘛无回应讲伊敢会选到底。也那连书的期间是一直有传出讲有违法的情形，目前真侪所在检调拢有在查。我是送货出身的。清新扫一箱一箱的连书单，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甲伊搭配偌配合，到台北市选委会交付连书事件。每一份联署书对我都是一份责任，我们会继续奋勇向前。发表简单的谈话了后，郭台铭就离开啊。对着媒体问讲，是毋是参选到底？连署的事件送件数量偌济，拢无回应。郭台铭办公室讲，伊有车里中途才截止收件，所以要等到全数送入选委会了后，才公布这数字。不过讲总数远远超过28万9667人的标准。不过连署期间，各地陆续传出争议。为伫过人的连署站铁门扣落，因为互人检举有送每一位连署人管装的米酒。检检测早起，同步收查台北、新北、过人同园4个地区连署总部，要进一步调查是毋是不法的代志。也若外岛的金门也查到3个人涉嫌收买连署书，其中一个4年的查甫人被收押。另外，外河中区的电联帮老大新检统促党副主席李宗奎涉嫌以1份300块换出连署书，互北检约谈了交保。要新竹县新部地民代表会主席王正基。甲国民党前中常委范成廉，因为牵涉提供民众400块的奖金，替郭台铭连署，和新竹地院归案禁见。国民党科技会是改开除党籍。委员一致决定，对他的这个行为，我们处以开除党籍的处分。任何事情，其实议题我们都不要分心。我讲过，我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把它专注做，尽我的力量做到最好，然后请国人来评价。被问到违法连署事件一直爆出来，郭台铭无正面回答，只是讲专心完成连署。竞选办公室是强调，违法代志毋是伫个官方站点发生，全力配合司法的调查，也讲袂影响到郭台铭参选的资格。记者综合报道。
也若侯友谊、关文哲和朱立伦三个人伫拜二暗私底下有见面，也毋过即马针对哪白合是也无共识。昨昏侯友谊去婚林提出伊的农业政策，关文哲昨昏是提出伊的能源政策。也若民进党昨昏伫中执会是通过要征调黄捷代替赵天麟参选立委，赖清德即马是话讲，希望高雄8区8个总调。国民党总统参选前侯友谊由前立委张家军陪同去婚林后尾参访花园、甲土豆加工厂、甲地方博感情，嘛提出新的农业政策。当选了后，要甲老农津贴增加到1个月1万块，老农民免纳健保费，农田水利费回归农民，嘛提高公粮的计数。以后也是按照这个标准，一直调整到看偌济，咱就甲调偌济。成本嘛增加，你人干嘛增加？成本就增加，所以拢增加，啊，你公粮免调整。侯友谊提出有力的政见，不过前一暗甲朱立伦还有郭文哲三个人密会，总统的人选也是无共识。侯友谊话讲，莫阁坚持旧的方式。郭文哲表示，朱立伦爱先提出明确的方法，才阁决定了后，敢是要阁见面。倡议郭文哲召开气候甲能源政策记者会，而且提出2.30能源占的比例规划。我们核能摆在那，并不是说我们坚持一直用核能，而是认为说，当我有办法退出的时候再退出，这是我跟民进党在能源政策一个最大不同点。郭文哲认为讲，台湾无应该为着要甲核能废掉，就赶拼拼发展绿能，爱伫科学甲安全的前提之下，互核二厂甲核三厂研约，也让核四厂是规个爱做安全的检查。反对民进党2025废核家园，不过赖清德竞选办公室批评讲，这个能源政策无具体规划，是伫制造对立。黄捷身负重任，这场选战不好打，起步比较晚，那一定要加倍努力。那我也祝福他能够顺利高票当选。赖清德最近嘛拍拼辅选，要拼国会过半，倡议民进党伫中执会通过征调黄捷来接替进前替选的赵天麟，投入高雄立委的选举。赖清德学了黄捷是少年阁有成就，完全符合民主大联盟的原则，希望所有党公职会当团结一致，互相支援，高票当选。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有一个姓施的乌道涉嫌吸收新店银行的理财专员，甲民众诈骗。目前已经有4个人报案，初步清查民众损失超过4800万。检调即马侦办，甲这个姓施的主嫌收押。姓瓜的理财专员以40万交保。不过银行这边是表示，这个员工伫民国109年就已经离职啦。他们先上去啊，说话先上去啊。上北警方之下，拄捕特群出动来搜查当场，甲这开门10部人具体。伫无啊双手互扣掉了衣裳，伊是44个10部人，40岁有帮派背景，涉嫌开公司，非法吸收资金，做着几啊禁件，更加吸收银行的理财专员，10楼客户名单，专门经这大户来下手。投资方式就是房地产投资这样，一天到本金加利息都会回来，就是300-400万这样，你都没有回来。32岁4科的理财专员伫新店银行服务，捌得到顶奖业务奖杯，欢喜来发文分享。检警调查，对1808年开始，伊就鼓励客户投资房地产，讲这利息有26%，每个月固定的配利息。被害人初期拢有领到钱，也毋过去年8月雄雄停止付钱，一共4个人看这情形去报案，初步损失超过4800万。跟他接触的被害人说明说，我私底下有一个新的投资管道，那比一般市面上的定存可能好一些。这新店银行的理财专员，即笔成功一单就使抽成0.5%，涉嫌配合乌帮做一个歹代志。询问了后，交保40万块。银行发声明讲，伊伫1809年3月离职。专案正在检调侦查，即阵是无得评论。虽然人无伫新店银行，不过到即阵伊也伫其他银行伫工作。销售非属银行所销售的商品不符合银行对他的员工的行为规范，做出什么样的处分，我们还是得同时要看情节的轻重。一旦涉案情节严重，银行局讲会要求改视头路。只是银行员一再表示，高级不法的集团从事犯罪行为，对转销额都提悬，到乱用客户名单，相关内部控管也是爱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伫澎湖的医疗直升机凌天航空10月底时，载一个60岁的收容人去高雄要互医生看，去到高雄救护人员要甲伊对飞行机顶刷到救护车再去病院的时，伊却雄雄攻击救护人员的头壳，害这个救护人员受伤脑震动。记者并是可为受伤的细区救护员，和介护送医的收容节目。
接种了后有头壳刮伤、脑震荡等症状。突然的清醒起来，那在飞机上乱开那个我们的氧气瓶，那因为氧气瓶这个东西是属于危险物品，在制止他关闭气阀的过程中，就忽然的那个挥手，就是朝我头部攻击。代志发生伫拜二的尾仔马骗学刚刚一名收容群，疑似脑血管塌掉，医师判断要转去高雄中继治疗，伫2名解放人员陪同。在联天航空的医疗直升机后上拄我到高雄，细市救护员要将人为机场探家刷去救护车的时阵项目。联天航空表示，当前因为领导立场暂时无过，也不希望医疗暴力唔能够出现。同仁现在是保留他法律追诉的权利哦，他目前暂时不进行提告，但我们还是严厉谴责这种医疗暴力的行为。说他当下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有需要的话，我们就会主动帮他提起，那依据医疗法去帮他争取应该有的权益。偏护馆长陈光浩强烈谴责暴力，执行卫生局调查，卫生局表示会要求航空公司加强防范措施，将暴力精神疾患也是法定通报传染病患，申请医疗后送的时注记，保障后送人员生命安全，也提醒民众对医术人员有胁迫、恐吓等非法行为，恐惊触犯医疗法，会面临5万罚款，也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救护员也受到医疗法的保障，会积极调查，若触犯会罚款。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禁团令旗下旅游禁团令一直还未解除，也毋过有民众即嘛是指控讲，伊开1300块去旅行社报名自由行，也毋过事实上去到中国的时是有人带世界去佚佗。伫中国迄边的当地导游阁爱兼司机，赛车阁险啊出车祸。伊讲伊连食一顿饭拢爱家己去处理，即个民众是气喘喘。中国江南的乌光线石美景吸引不少旅客前往观光，也毋过台湾有民众就万控诉，25伊开12900块带团到中国江南当旅游，旅行社通知行程注意是自由行，也毋过实际上有行程。台湾到上海的机票的话，基本上 FYT 也大概就12000啊。如果以陆籍航空来讲，那所以基本上它的落地的部分基本上都是招待的，8个人的情况下。跟4个人，当然最后的变更一定会有不一样的餐食。民众就忙假了，除了餐点有落差，到中国才发现当地导游爱兼司机，哪讲解哪开车，开上高速公路无到半点钟，差1点会就胡乱。向旅行社反映，旅行社表示已经转达公司积极处理。民众进一步询问私人车敢有保险，还是旅游性客险？得到回答是买自由行送的行程，若讲旅客无满意，会当家己去算。自己出去玩就好了。现在网络那么发达，就事先自己做好准备。观察过去108年疫情爆发之前，民众去中国旅游的人数一年404万人，了后当年减少，今年1到9月累计117万人，显示民众去中国旅游的兴趣无减。因为台湾目前还未开放旅行社组团到中国省，有部分旅行社改用自由行方式，利用落地生团，行法律无清楚的地带。求偿方面呢，会相当的困难，因为没有受到台湾的法令保障，因为这是等于是你在当地参团，那有任何消费纠纷，没有办法循我们的法院制度或者是品保协会的协调。有约定清楚了以后，双方以后就是依照契约来履行。如果针对在地的地陪和司机的这个内容，双方都没有约定清楚，只有用口头约定。那事后就会有一些举证上的困难。品保协会指出，台湾有4000间旅行社，过去大约有9成拢有法团到中国，想要杜绝旅行社行伫法律边缘，恐惊伫陆岸对顶开放团客旅游进程，有关是真歹有防。记者综合报道。物价起钱变薄，伫台东有4间经营外岛客轮的业者，即马嘛讲因要甲船票起价。台东来回绿岛起200，台东来回红头树是起400。在地业者是讲起票价各不中，也毋过旅游业者烦恼会影响观光。台东县离岛的绿岛甲兰屿，平均每年大约有50万人次去旅游，由4间客轮业者来经营离岛的航线。趁团式业者以营运成本逐年增加为理由，要来甲这个船票票价起价。已经有1间业者向航港局完成备查，卖票所在电视看板也显示这个起价票价。绿岛来回票对原先的1120块要起到1320块，兰屿来回的票对原先2400块要起到2800块。也毋过当地民众甲游客拢无希望起价，因烦恼会影响这个观光。可能会稍微考虑一下，但是想去还是会去啦。因为你进去绿岛，你又多花
那个200多块，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可能他可以选择去别的地方了。正是离岛观光的小业业者也未起价，可能要等到明年。另外，也有3间客轮业者也拍算要缀咧起价，陆续送件到航港局来审核。台东县政府讲，业者调整这个票价，官府是无多干涉，不过要求业者爱顾及这离岛民众交通的权益。那影响的部分，目前我们了解起来是针对游客的部分有规划要调涨，但是对于绿岛乡亲搭乘的部分是不受影响的。官府强调，一旦票价起价，要求客轮业者提升服务品质，包含甲即阵以现金买票方式改做多元行动的支付，也补助业者建造新的客轮，提供游客舒适的海上交通。记者综合报道。伫新竹县的竹东中丰路3段有一块私人地，地主是发现讲因的涂骹红画红线，后来呢，才知影讲是公路局伫在地民意代表拜托之下去画的。公路局是表示，因就是讲这是道路，才会派人去画红线，有承认错误。最近嘛，赶紧派人去把这红线糊掉。这里整条通到底，然后这里下面2条也是私人土地。手提土地相关资料，地主讲，这明明就是家己厝内4大人留落来土地，却互人在顶悬画红线，而且完全无人通知。私人土地也没有通知地主，就直接给我画红线，这样已经觉得很不尊重那个地主。后来问里长以及镇公所，拢无人承认红线是啥人画，最后才知影原来是当地民意代表，因为附近常常发生车祸，才要求公路局派人来画。继承的道路，所以也不知道视为私人土地。那有关于本案呢，也跟地主有联络过，就是说我们即将于近期内派人员去现场做刨除。未来公所这边会再找地主以及地方的里长民代，我们会再重新做一个现刊来做一个检讨，那取得一个共识之后，然后再行来划设。公路局承认错误，也表示最近会赶紧派人先把红线画掉，接下来会参竹东镇公所到现场会勘，会检讨相关流程，避免错误再再发生。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为了要保护咱台湾西部沿海的北海地，海洋委员会自2021年开始有和中部6个协会合作，有成立北海地巡护舰队。有渔民是真热心，婚林就一个渔民今年已经回报讲，有看到11届的北海地。婚林的渔民尤景祥今年驶船出海作业，捌拄到北海地真侪届，大家伊拢会甲渔船的速度放慢，用手机翕相录影做记录。尤景祥大部分拢伫麦寮、六轻南北区，伊也捌一届就看到20多只北海地，今年拢总亲捌看到11届，得到海洋委员会表扬。我不是刻意去等他，我都要出港或进港有看到，我顺便拍下来的。之前的50-60。到现在可能一个族群看到最大群的可能就是20-30只平常看到都是2-3只啦。为着要保育台湾西部沿海的北海地，海洋委员会为2021年甲中部6区的渔会合作，若做渔民翕到北海地，大概拢会提供奖金1000块。目前已经拢总有152笔北海地珍贵资料，入北个体资料库已经有69只。目前佫发现5件是北海地妈妈带海地仔囝。经过今年度的回报的资料，我们很高兴的发现说，白海豚生宝宝，而且白海豚的母子对被拍摄到的次数也高达，我们至少发现了5个这样的母子群。小朋友是黑色跟灰色的，中老年就是白色跟粉红色。表里观光渔船船长王世通表示，伊协助北海地研究15档啊，不过因为海化山条件歹、环境污染、人为破坏等等的因素，互北海地的数量明显减真侪。若做渔船会当甲速度放慢，记录生态，提高渔民保育的观念，这对北海地的成长也是真大的帮助。记者王伟雄、彰化婚林综合报道。台南的农业人口老化真严重，伊嘛是台南人口上少的一个所在。资本伫遮嘛是咱台湾唯一一个无便利超商的乡镇。不过最近区公所有找超商来遮开店嘛，希望互在地人会当买物件较利便。行入去超商买物件的人来来去去，
打营业额附近老大人甲游客袂少，两家总算是出现第一间连锁超商。原本这块地是咧做公有市场用的，不过这人口敢若剩3489个人，社会人比例悬，地属市啊变甲稀微。落尾公所才媒合超商进驻，设点伫咧两家上闹热的街区，在地民众拢赞声欢贺这项新建设。无论是迄落要寄快递啦，还是讲要买一寡日常用品啦，造成我们非常大的帮助。较早若要食物件，才去关庙啊，买物件缴钱都走到关庙去啊，即摆变啦。未来不管咱的消费者，包括咱游客，来咱中桥区来遮佚佗也好，来遮观光也好，有一个所在会当来购买。中桥区伫咧也未进驻超商进程，柑仔店对庄脚来讲是真重要的存在。除了卖济古早米，连价格嘛真实在。这摆超商入来，就惊冲击到柑仔店的生意。在地经营40档的柑仔店头家认为，加减会受影响。不过因特有的人情味是袂互人代替的。当然受影响啊，讲无影响拢是骗人的啊。但是阮这有阮的特色，就是讲，阮这有人情味，所以阮唔惊，阮对家己有信心，对家己加油啊！咱地查好啦，伊，阮有卖，伊无卖啦。即摆客户来吼，伊会来看阮这。60年的老店，为着地方发展，公所除了媒合产业入来，甚至争取政府来遮办大型耕节、空山节，请真侪游客来遮观光，因毋望带动经济发展，互少年人愿意回乡。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根据统计，即马咱全台湾糖尿病患者已经超过255万人，而且这几档更有少年化的趋势。为了响应世界糖尿病日，糖尿病学会昨昏有出动一台巡回车，伫高雄6个所在巡回，协助民众量早发现糖尿病，嘛宣传照护知识。如果是我们餐后2个小时，我们正常值的血糖是140，所以我们今天先测到2个小时的一个血糖127，是在正常标准之内。护理人员摕血糖监测机，那替民众测血糖，那解说使用方法，阁有血糖速值。这几档台湾人得到糖尿病人数提高，嘛有少年化的趋势。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发起保庇车的巡回活动，第一站来到红沙，和民众会当免费检测血糖，来宣导糖尿病知识。提早知道他自己有没有糖尿病啊？有很多都是不知道有糖尿病，包括我自己。我们今年谈的可进性的一个医疗尤其是在糖尿病的一个照护部分，所以希望能够到达几个比较偏乡的点来进行糖尿病照护的一个宣传，跟糖尿病的一个筛检。糖尿病是个人10大死因的第6名。根据健保署数据，为2018年到2022年，糖尿病就医人数成长14%，去年已经超过255万人，其中也未满60岁，大约有83万外人。加上人口老化，未来糖尿病患者会愈来愈多，目前敢若会当提早预防来控制病情恶化。100个大概就有11个，我想成人哈，但是在高龄者，就是65岁以上，100个将近有30个哈。所以它绝对是一个不要说它是一个少见的疾病，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见到的疾病。这台保庇车伫初一开始连续4天会巡回到高雄甲偏乡，包括基顶、大树等等的所在。未来会一路往北部驶，上尾站就是台北。透过巡回宣导，提醒民众爱注意糖尿病。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镜头来中华八宝圳是咱台湾上古早的水圳之一。当初因为有人搞这项水利工具，才成功把卤水溪的水引入来中华边缘。为了要复兴这项基建，二水乡有社区开发小型人搞的教学，嘛互乡内的学生学校来推广，互学生囡仔体验在地文化。中华八宝圳是台湾正重要的水利设施，因为有南马阁这项水利工具，才成功将蔡老的落水溪引入八宝圳。但现主是互红门头取代南马阁这项工艺强白石团。自民国78年就无去啊，了后无人咧做啊，所以我一直咧想讲，将这个物件来重新来复兴起来吼，来学起来，好变作是阮在地一个社区的产业来做传承的这个部分。为旧相片会当看到300年前的落水溪边，拢是利用南马阁来引水固化，完全社区向老师傅请教做南马阁的技术，嘛来开发小型的南马阁，透过推广，互民众认捌先进的智慧。在以前，我们这个地方有跑水节，那我有去参加，但是我在路上看到这些，
我对这个比较不熟悉，然后今天知道去认识到，才知道原来我们这个二水有这300年这个传承。我伫师傅内底有看过这种哪个，我即马伫遮 DIY， 我敢若真趣味，真好耍。学生囡仔专心床底架，一步一步完成小型的蓝马阁。社区嘛，望透过推广活动，互更较侪人知影先贤开船的付出，饮水思源头的重要。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棉加拉伫拜二有几若万的生意工厂的工人行上街头示威，因是怨叹讲因的薪水伤低，即马无加起，即马因要求是要提高薪水，嘛和警方发生冲突。另外，伫棉加拉，阁有反对党发起反政府示威，是继续在扩大，阁传出伫抗议当中有2个人死亡。发起示威的生意工人大声发口号，真侪人举长棍仔行上街路。孟加拉首都达卡的工业区，甲上大工业城市，正一坡顶地拜二有整整10万的生意工人集体罢工，因甲警方对立，放火烧攻击车辆，也无放过工厂设施。因会这样受气，是因为薪水实在伤低。জিনিসের দাম কারণ আমাদের বেতন বাড়ানো লাগবে না 10 টাকা বেতন বাড়লে 15 টাকা দাম বেড়ে যায় সব কিন্তু রুম ভাড়া বেড়ে যায় 2000 টাকা কেন আমরা কয় টাকা দিব কোন জায়গা ফ্যামিলিতে কত টাকা লাগে জানে বাচ্চাকে থাকলে 8 টাকা লাগে 孟加拉是指数中国的生意生产大国，境内有3500间生意厂，请用400万名的工人为欧美企业 H&M 甲 Gap 等真侪有名品牌代工，当年生意出口额达到550亿美金。也毋过当地工人逐个月的基本工资无够代表2400块，大约75块美金。工会永远不加起，当地要求加薪到203块美金。也毋过资方只愿意调悬到90块美金。劳工受气发动抗争，长期以来，孟加拉生意厂方批评压迫劳工，过几下摆发生建筑绑架事件，2013年一条严重事故，就带走1000多条人命。伫这个同时，孟加拉反政府示威继续摊烧。伫顶礼拜六10万人行上街路了后，反对党阁发起为期3天罢工，抗议民众不满反对党领袖被控谋杀顶伫示威中死亡的警察，受气受巴士设置路障阻碍铁公路交通，国甲警方爆发激烈冲突，结果阁有2名反对党成员死亡。孟加拉会伫明年1月举办大选，反对党指控总理哈辛娜专制独裁，要求伊先落台，由中立政府来举办公平选举。公司新闻站回应评。也拿以色列和哈马斯相战，即马支持以色列美国嘛正做目标。约旦最近就因为不满美国企业支持以色列军队发起抵制活动，一寡美国品牌的，亲像是 Starbucks、麦当劳，拢店内拢空无人交关。约旦的首都安曼一间星巴克咖啡店进行生意真好，人客真多。不过以色列甲哈马斯爆发冲突了后，店内多数时间拢剩空的椅仔无人去，因为约旦人正伫发起抵制美国甲以色列的活动。Before the siege in Gaza, Starbucks was full 24 hours a day. Now, as you can see, there's no one. 由美国真支持以色列活动前，加沙约旦人真不满，唔拿星巴克无人去消费，当地有名的3多1连锁店也将可口可乐收落来，改用其他饮料来代替。I came in and ordered an orange juice in order to stop drinking Coca-Cola. But normally before I always asked for Coca-Cola. The government doesn't do enough, and then it's up to the people to make a difference. 更加明显的抵制目标是麦当劳，因为伫战争爆发了后，以色列麦当劳加盟店关停免费的餐点予以色列军人，引起同情巴勒斯坦人的约旦民众强烈不满，将大家拒绝食麦当劳，将安曼当地麦当劳店面内底拢空无人。除了民间的抵制行动，中东地区甲以色列敌对的军事团体趁乱加入攻击行列，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拜二第3摆袭击以色列。قامت قواتنا المسلحة بإطلاق دفعة كبيرة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على أهداف مختلفة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الأراضي المحتلة. 青年运动警告，若以色列军队未停止入侵巴勒斯坦，因也有下一步行动。以色列是讲会采取报复行动。另外，美国媒体分析，青年运动正在升级对以色列的攻势，若是地区竞争继续来侵权，冲突恐惊扩大。公视新闻，齐婉玲报道。
顶一日美国过万圣节，验过今年的金龟真细粒，这是因为受气候反常也个科幻影响，今年的金龟唔那细粒，产量嘛真少。都面对怨叹讲今年的收成有影真歹。另外，美国的柳丁嘛是受气候影响，也个病虫害影响，产量减少，继续大起。迎接万圣节，为美国白宫到英国的动物园，拢布置真侪金龟来庆祝。金龟的市场需求是真大，不过美国中西部种金龟的农民今年所抢袂出来，因为最近可旱，水分的供应真无稳定，冲击到金龟的产能。We found out pretty early in the year that our reservoir supplies were pretty low, and we were only going to get about half the water we normally get on a normal year. 一个为科罗拉州来的种金龟的农民讲，后来伊决定把种金龟的数量减到英国的5-6成。不过嘛有其他种金龟的农民讲，欠水地区收成歹，金龟嘛因为安尼变较细粒。I think that affected the prices and the shortage of pumpkins this year. 种金龟的农民讲，因为今年金龟的产量减少，加上燃料、甲人工等各项成本因为通货膨胀来起价，致使今年市场金龟的价销比往年较贵。而且起价毋但是金龟尔，受到极端气候甲病虫害的冲击，美国、巴西、墨西哥等主要柳丁产区的产量嘛受到真大影响。致使纽约柳丁节机会价销10月31日捌创下一磅4.17美金的历史新高，了后落到一磅3.83美金。不过今年以来，柳丁节机会价销起的幅度已经有到9成。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另外，为着要减少畜牧业对环境的影响，最近这几年是正施行人造肉，无论是实验室内底细胞培养出来的肉，也是用刀仔做的食物肉，有人是认为讲食起来就是减一味。所以英国即马有一间公司已经咧培养人造动物性的脂肪，希望让食物肉会当更较好食。肉若好食，主要是油脂甲气味所调的，食起来鲜润，阁有汁。要安怎让食物肉也同款好食？伦敦的新创业者霍克斯顿农场利用干细胞培养动物性的油脂，加伫咧食物肉内面，好有香甜的肉汁。In usual plant-based formulations and products, you have a lot of palm oil and you have a lot of coconut oil, and it just doesn't have that flavour. You know, the thing I'm after as a chef is flavour, like number one, and it's the thing that's missing from all of these products. 因伫咧实验室利用细胞培养肉类的方式来培养动物的油脂，即嘛主要是做猪油，以后拍算做鸡甲鱼，也甲生产食物肉的品牌一个连锁超商配合，开发混合性新产品。今年有一份市场的研究报告讲，到2035年，实验室培育的人造肉产业，计来将会挖掘20亿美金。因过食素的人无法度食，限制伊的发展。生产成本伤悬，也是爱解决的问题。无论是食物肉，或者是实验室培食肉，拢有一定的发展规模甲市场的接受度。因为生产线比传统的畜牧业使用更较少的土地甲能源，也降低碳排甲动物的人道问题，被看作是未来粮食的解决方法。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全世界上快水墙就是伫南美洲巴西一个阿根廷夹界的伊瓜苏水墙，因为当地落几日日的大雨啊，所以即马这水墙的水量是出现这10年来上济。本地就已经是真宽真壮观的水墙，即马的水搁较大港啊，观光客来遮看都是感觉讲有影厉害。错楼水掉落来，一直激起水花，远看就像唱出白烟。跨过巴西甲阿根廷边境，总跨度超过4公里，平均落差70几公尺的南美洲伊瓜苏水墙，原本就真壮观。最近因为巴西南部连日大雨，拜一水量达到每秒2420万公升，是平常水量的16倍以上，创下2014年以来上悬。因为水位涨起来，当地有名步道已经洪水引起无法度通行，也不过也是有不少慕名来的游客。看到壮观的水墙，欢喜干呢。É muito bonito o passeio, foi no mesmo ano, esse ano, agora nesse momento, com a vazão cheia, muita água. Está sendo incrível da mesma forma, a gente pode ver o volume, alguns passeios não estão conseguindo ser feitos, mas isso não diminui em nenhum momento a experiência que é estar aqui. É a segunda vez que eu venho aqui conhecer os Cataratas do Iguaçu. A primeira vez foi há 12 anos atrás, com a vazão normal, e agora estou conhecendo com a maior vazão da história das Cataratas do Iguaçu. E para mim é um privilégio estar aqui novamente, ver esse espetáculo da natureza.
樱花树最长上悬水流量是伫2014年，迄当时官方记录是每秒4630万公升。樱花树由275个水墙组成，以全球平均流量上大的尼加拉水墙搁较宽搁较悬，互配选为世界7大自然奇景。樱花树最长拜日的水量下降到每秒1810万公升，也不过因为安全考量，目前主要人行道有关无开放，公司新闻700人平日。天气报道在含乡亲，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有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29度。外岛的温度21度至27度。咱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新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